部公路总局为了让初次报考机车驾照的民众能接受完整的驾驶培训课程，以提升机车骑士骑乘安全及强化防御驾驶观念，自即日起至108年11月22日止，凡报名参加机车考照训练班并成功考取驾照者，公路总局将提供每人1000元的学费补助。机会难得，提醒近期要报考机车驾照的考生可多加利用。透过包含6小时学科训练及10小时术科教学等为期3天的驾驶训练，让机车的新手驾驶建立安全骑乘及防御驾驶的观念，提升对道路潜在危险的感知，有助于行车安全，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提醒有意参加普通重机驾驶训练课程的民众，报名机车考照训练前需事先体检合格，再向有开班的驾训班报名。